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榮。今日阿榮帶大家睇一睇位於中山市中心最繁華嘅屋苑，係金鷹半山花園。佢樓下仲有萬象匯商場，衣食住行樣樣齊全。交通路線30分鐘過到深圳，1個小時過到香港。樓下仲有直通巴士，一日有16班車返到香港嘅。呢個區域係最保值嘅。依家有全新單位加推125平方，帶埋精裝修嘅，單價16000就可以入手噶啦。攝影師睇一睇示範單位，125平方嘅3房2廳2衛。首先入門啦，你睇下奶油風格嘅，好精神，而且嘅話咧，佢呢邊都係做好晒邊啲嘅，入戶櫃啊呢啲都係有嘅。咁對開咧就係一字型嘅廚房，抽油煙機3件套，同埋中斗台、雪櫃。呢啲位置都係2樓曬好邊啲嘅，而且都係交付標準嘅。佢呢啲櫃，睇下佢呢個廳3.8米嘅開間，而且係封埋窗嘅，好闊落。其實住得呢個區域咧，啲街坊都係比較注重質素嘅，而且嘅話咧，生活配套啦、交通路線啦，都係非常之方便嘅，都係好值得唔錯嘅一個選擇。呢個單位帶精裝修嘅，單價16000。咁對開啦，佢係有鎖軌洞嘅。呢邊就係2間房啦，佢呢邊咧，到時候收咗樓都可以供人之設計。佢對開就係主人房啦，大透間嚟嘅，衛生間做埋3段式嘅乾濕分離設計，都係擺咗一張1.8米嘅床。佢呢啲櫃都係做好晒邊啲嘅，交付標準。咁呢個單位就體現咗啦，125平方嘅。如果係啲街坊咧嫌細嘅，或者多人翻過嚟住嘅，轉個鏡頭阿榮帶大家睇一睇大嘅示範單位，佢係486平方嘅，總價699萬。依家過到嚟金鷹半山花園第2個單位啦，佢係486平方嘅，總價699萬。佢係可以做咗有6個透房，除咗工人房唔係透間嚟嘅，其他都係透間嚟嘅。咁攝影師睇一睇。係複式2層嘅，市中心呢個位置有複式嘅單位係直情好少有嘅，就似咗呢個屋苑啦。佢係位於石硤最中心嘅位置。一落樓就係萬象匯，衣食住行樣樣齊全。呢邊就係飯廳嘅位置啦。飯廳嘅位置咧，可以擺張1.8米嘅餐台，對開就係生活騎樓啦。再上2樓睇一睇，上到2樓咧，右手邊你睇一睇佢呢個中空大廳嘅層高。裝回水晶燈啦，或者背景牆啦，佢個擺設係非常之豪華嘅。因為我都比較中意中空大廳，對開就係房間啦，擺張1.5米嘅床，後面仲有房間嘅，而且係透間嚟嘅。呢個又係透間啦，都可以做為長輩間、長輩房嘅，都冇問題。好大好闊落。呢個又係透間嚟嘅，咁依家2個示範單位都體現咗啦，有需要就 WhatsApp 榮仔我。